这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你已经交到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。可怜的人。可怜的人，可怜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这款的打击叫我早又活落去，为何生命不来斗保庇，予我永远得到伊。这个时阵来离开，对你是一个好时机，因为你已经交到新的伴侣，可以安慰你暂时的伤悲。